哇！好視到，你睇下呢個景幾靚啊！全海景單位50萬就可以攞低呢一個海景房啊！我哋門口就係港珠澳大橋個出口嚟嘅。香港朋友，你平時翻工咧，你喺東涌你就唔好再翻九龍啦，住呢邊舒服好多啊！而且價錢最緊要係夠抵，係嘛？你翻到去九龍城嘅時間同去到我呢度時間係差唔多嘅啫，但係我呢度收嘅成本係好低啫喎。呢度總價落嚟嘅話，先至係幾十萬嘅咋，你就可以攞低個單位，全部都係精裝修現樓，而且你去到澳門咧都係10零分鐘時間，所以幾方便啊！平時你又去古北關口啊，去香港關口啊，都係10零分鐘時間嘅啫。咁呢度咧配套啲完晒啦，無論你要去邊度都非常之方便。平時咧你可以落去樓下散下步啊，或者係去睇下海景嘅係嘛，或者幾舒服啊，係嘛？如果你中意呢度嘅話，不妨過嚟呢度望一望。